想的故事结果却走散了。日恒，我还以为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呢。妮妮，做我的女朋友吧，好吗？对不起，昨天我不能答应你，因为这句话应该由男人来说。我要告诉你，这4年来，我为你做的一切，除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发自内心的深爱以外，没有任何解释。昨天我不能答应你，是因为我怕对不起一鸣。可是不答应，我觉得我会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我自己。妮妮，答应我吧。让我看看你，没错，是你，就是你，占据了我4年的青春时光和我全部的身心。谁听过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，懂得迁就我，人潮再多已写出过太多，谁想的故事结果却走散了，你我曾经清楚着爱过。你急着找我干嘛呀？我骗我妈出来的。怎么了？我看见张之恒抱着梦妮，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你说，我大哥为这样的朋友两肋插刀，可他张之恒呢，为了个女人插兄弟2刀。在哪儿啊？在梦妮家。张之恒抱着梦妮。你笑什么呀？你还笑得出来啊？人家2个人在家里头，那就是两情相悦。两情相悦，那刘一鸣呢？我大哥刘一鸣算什么？要是以后的话，那就是前男友呗。我说秦兵啊，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呢？刘一鸣在北京拼死拼活的为了谁啊？还不为了梦妮吗？可梦妮呢，在家里勾引自己男人的兄弟，这不成了潘金莲了吗？我没有是非观念，什么叫潘金莲啊？我觉得是人家梦妮命好。再说我没觉得张之恒哪做的错呀，什么叫趁人之危啊？人家现在叫勇于担任起责任，你懂什么呀？这是偷换概念，他们俩这就叫偷情，偷情不叫爱情。偷情？你懂什么叫爱情吗？我们俩之间有爱情吧？你在我妈面前骗来骗去干嘛呀？我们俩之间有爱情，在朋友这个人那个人，瞒什么呀？躲什么呀？我还告诉你关海，你懂什么叫爱情啊？爱情就跟奢侈品一样，不是什么人都能拥有的。再说了，这个时候他们俩分手，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解脱。我知道你们会觉得有些意外，可是我已经喜欢梦妮很多年了，之前一直不敢想，直到昨天我有机会和她深聊了一次，我才发现她对我也是有感觉的。我不同意，我相信你爸爸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。为什么呀，妈？你也很清楚，刘一鸣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我们从小对你的教育就是不能夺人所爱。
不管怎么样，不能为了这种事伤害了你和刘一鸣之间的友谊。就算他们两人出了问题，你也不可以充当这样的角色呀。以前我并不讨厌孟妮儿，可是通过这件事情，我倒是要重新认识一下，在这种时候离开刘一鸣，跟你好，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。妈，孟妮她不像你想的那样。您说的对，理论上都对，可是生活它并不是理论啊。如果爱情可以用理论来衡量的话，那就不是爱情了。你和爸也都年轻过，一定也都知道，人在没有遇到爱情的时候，谁也搞不清楚什么是爱情。可是你一旦遇到了爱情，爱情里酸甜苦辣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理由。爸妈，我知道你们和其他的父母不一样，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理解我的选择，就算是暂时的不理解，我也相信你们会给我足够的包容。我想你们能给我一段时间，让我自己去体会，去感受。这么多年，我的心里一直只喜欢孟妮一个人。之所以一直没有谈女朋友，我到昨天才想清楚，也是因为孟妮的原因。好吧，谈恋爱我不管你，至于将来和谁结婚，那就由不得你了。你也行，不累。这小子演的挺有点意思啊。叔阿姨，哎，大海，哎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哎，我们挺好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从老大他们剧组回来。孟妮他爸住院了，剩他一个人在家。我要在这儿住着的话，不是特别方便。大海啊，你笨呐，住家来呀？是呀，住家里边来，那床啊还没拆呢。是吗？会不会不太方便啊？哎呦，你看你这孩子有什么不方便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行李呢？你行李呢？我带着呢啊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孩子。哎，大海，你小子动心眼儿啊！哎，小关，我问你，你说一鸣在那儿拍戏累不累？身体怎么样？辛苦不辛苦呀？啊？吃得好，住得好，玩得好。要不是我要上班，我都在那儿陪着他，真的。是吗？哎呦，这以前的一鸣啊，说这个在剧组吃得好，喝得好，我这心里边还犯嘀咕呢。今天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就放心了，我就踏实了啊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先上去放行李啊。你自己整一整啊。哎，这个是我们公司新签约的模特秦冰。她基本上属于百变，什么样的类型都适合她。Peter 哥，我刚才表现还可以吗？可以，非常好。那我先去休息一下。你去休息一下，我们准备第二个去给你抢个包。哎，秦小姐，请留步。什么事？我刚看完这组片子，非常满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能请您吃个饭吗？实在抱歉，我不太习惯跟陌生人吃饭，对不起。那我就不勉强了。如果有机会再见的话，那我们就应该不算是陌生人了。你真的不吃啊？我得保持体重。挺好的。哎，听说公司最近来了一批高手，是我今天看见那些吗？你看见高手了？我就看见一个。你怎么没戴戒指啊？我哪敢戴呀？万一被我妈看着怎么办？
咱妈什么时候回家？其实吧，我妈是一个特有开拓精神的那么一个人。行，什么意思？我妈要在这儿开个店。你妈怎么这么多想法啊？我妈是挺多想法，还有挺多理由呢。反正就是一条，她女儿没混出来，不好意思回去。他老人家最近问我了吗？问了，我说你出去办公了。好的。老板，来份炒饭。拿炒饭出气啊？哥高兴。我们经理说年终给我封了一个大红包。真的？因为我促成了公司还有张之恒还有江天威之间的合作。江天威，我今儿还见着他，应该特有实力吧？太有实力了，我自己干了2斤白酒才把他拿下的。以后酒少喝点，红包就多拿点。拿了红包给你买一个大钻戒。不要，攒钱。媳妇儿真好。哎，我来。哎，你是可。就算是客人，也认识这么久了，不必客气。坐。要不要一起出去吃点东西？我在医院吃过了。陪我去呢？算了，能看得出今天你挺累的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什么？我就不陪你去吃饭了。那件事情，你还没有告诉一鸣吧？我觉得还是我说比较好。让我说吧。妮妮，你好久都没出去走走了吧？最近孟叔叔那边没什么大事儿，要不然我们找个地方出去散散心。去哪儿啊？去哪儿都行。